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喺呢條片入邊，我會用我嘅 marketing analysis skill 同埋 digital media skill 同大家介紹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而佢就係九部 feel 交保費。首先就講下佢嘅 channel 嘅背景先啦。佢哋係一個成立於2020年喺疫情時期開設嘅 YouTube channel 嚟嘅，主要係由兩個核心成員組成。佢哋兩個分別係阿寶同埋 Matthew。呢個亦都係佢哋 channel 嘅英文名嘅由來啊。嗰個九字咧就係廣東話粗口嘅諧音啦，主要就係形容佢哋兩個好玩得嘅性格嘅。而嗰個寶咧就係成員阿寶嗰個寶字嘅拼音嚟嘅，而 Phil 咧就係另一位成員 Matthew 嗰個 Phil 字啊。而佢哋呢一個 channel 嘅中文名咧就係用呢一個英文名去譯翻做中文，所以就叫做交保費啦。咁為咗喺呢個片入邊唔好成日好似講粗口咁咧，咁我主要就會用翻佢嘅中文名嚟稱呼佢哋。咁佢哋呢個 channel 咧一開頭主要就係拍一啲唔同餐廳試食嘅片咁起家嘅。佢哋用幽默直率嘅風格嚟拍一啲試食片，令佢哋開始出名。咁截至2025年年尾呢一刻咧，佢哋嘅 channel 而家大約係有20萬訂閱，而總觀看次數咧亦都去到4400萬次左右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就會用 SWOT 嚟分析同定位，描述一下交保費佢哋有咩同類型嘅 channel 作為競爭對手，同埋講一下佢哋 channel 有咩特色，係點樣同其他類似嘅 channel 區分開嚟。咁我簡單咁講下 SWOT 係乜嘢嚟嘅先啦。咁佢就係指優勢、劣勢、機會同埋威脅。咁優勢同劣勢通常就係內部因素，而機會同威脅咧就係外部因素嚟嘅。好，咁首先就由優勢開始講起先啦。咁交保費呢個 channel 咧就有幾個優勢嘅。第一就係內容夠大眾啦，因為佢哋主要咧就係拍一啲試食片為主嘅。咁喺試食完之後咧，就再講佢哋嘅食評。咁食嘢片呢一類型嘅片嘅受眾就一定唔細先啦，因為人人都要食嘢，咁點樣都會對食物係有啲興趣嘅。咁觀眾咧就可以睇完佢哋嘅評價之後咧，咁就再考慮試唔試呢一間餐廳嘅嘢食。咁第二咧就係內容夠貼地啦，佢通常會拍片試食一啲近期熱門嘅嘢，咁觀眾好自然就會想揾一啲受歡迎嘅嘢嚟睇嘅。咁而佢哋咧就會拍一啲近期興嘅嘢，咁自然流量就會多啦。第三就係佢哋清楚了解自己嘅市場定位，佢哋主要咧就係用廣東話嚟拍片嘅，咁受眾就好自然就係翻香港人啦。咁佢哋好清楚自己受眾嘅群體，咁所以咧就主力拍翻香港本地嘅餐廳食評，而且佢哋嘅食評都好直接啊，好少會轉彎抹角，咁所以亦都好受性格直率嘅香港人歡迎。至於喺劣勢方面，第一就係佢哋嘅內容太過香港啦，咁樣就難以會有海外嘅觀眾去睇佢哋嘅片，因為廣東話市場比起普通話、英文之類嗰啲咧，始終都係偏細嘅。而且佢哋試食嘅香港餐廳咧，就算係其他嘅地方嘅觀眾聽得明廣東話都好，佢哋都好難會試到間餐廳。咁除非佢哋咁啱嚟香港嘅啫。咁第二咧就係佢哋嘅人手偏少，佢哋嘅 channel 咧主要就係得2個人。咁你睇翻佢哋以前舊一啲嗰啲片咧，可以睇到佢哋拍片試食2-3間餐廳咧，已經係用咗全日嘅時間嘅啦，仲要未計後期剪接嗰啲，咁分分鐘剪完一條片咧就已經搞成個禮拜，咁所以佢哋出片嘅頻率咧都唔係好高嘅。而第三就係佢哋 channel 嘅感言同試服嘅風格，有陣時會嗨到條界。例如佢哋之前試過有一次批評一間餐廳，咁就導致佢哋俾人告嘅。雖然最後告唔成啦，咁但係呢類型嘅負面新聞咧，亦都可能會損害咗佢哋 channel 嘅形象啊。嚟到機會嘅部分。咁首先呢，就係佢哋嘅成本低啦，佢哋拍攝影片嘅時候呢，就唔需要大團隊有大製作，咁就唔需要一啲好貴嘅設備。咁相對於傳統電視台製作嘅一集飲食節目呢，咁佢控制成本咧係會更為簡單嘅。咁第二呢，就係佢哋創作嘅自由度同埋靈活性比較高，佢哋可以隨時跟隨潮流，觀察依家興啲乜嘢，咁樣就即時拍攝，亦都可以隨時改翻一個出片嘅順序，咁令到觀眾都睇到佢哋緊貼潮流，從而可以食到呢個潮流嘅流量。最後講埋威脅嘅部分，咁首先呢，就係短影音嘅崛起啦，因為交保費呢個 channel 嘅片呢，一般都係有20分鐘以上嘅，但係隨住短影音嘅崛起呢，令到新一代觀眾嘅注意力下降，更加傾向於短嘅內容，咁就威脅到佢哋嘅流量。第二就係市場競爭激烈。咁其他拍日常類等等嘅 YouTuber 咧，咁好多時都會拍埋呢啲飲食片嘅，咁有陣時就會令到佢哋同交保費呢個 channel 撞咗題材。佢哋呢個 channel 係點樣喺同類型嘅 channel 入邊脫穎而出？咁我覺得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嘅風格夠直接。如果嗰樣嘢好食咧，佢哋就會直接話好食；如果唔好食咧，佢哋都唔會避忌。咁佢哋曾經就透露過啦，佢哋試過有一間餐廳嘅嘢食咧，覺得唔好食。但嗰間餐廳咧就揾佢哋賣廣告，咁佢哋都推咗嗰份 job 嘅，咁可以睇得出佢哋嘅個性
係好鮮明嘅，亦都確立咗佢同其他 channel 嘅分別。嚟到內容創意同成長策略嘅部分，咁喺內容創意方面呢，其實佢哋都做咗唔少嘅創新嘅。咁由佢哋最初淨係拍食評類型嘅片啦，去到而家佢哋嘅 channel 已經包括咗旅遊啦、訪問名人啦、介紹玩具啦，同埋一啲音樂嘅片嘅。咁可以見到佢哋係積極咁向唔同嘅方向發展嘅，咁就可以吸引到一啲中意唔同類型嘅片嘅觀眾。咁至於佢哋點樣留住現有嘅訂閱者呢？咁喺佢哋 channel 嘅影片嗰頁咧就可以見到，佢哋喺嘗試新影片嘅同時咧，亦都冇忘初心，一直有拍翻食評片嘅，而且佢哋呢一個比例係拿捏得好好嘅。咁喺近12部影片入邊咧，有7部食評，5部係其他類型嘅片。咁可以睇到大部分咧都係做翻佢哋原本做開嘅類型嘅，咁就冇偏離到個初衷。咁令到觀眾咧既有新鮮感嘅同時咧，亦都有親切感。喺成長策略嘅部分，我覺得就係佢哋會揾唔同類型嘅人合作。喺佢哋嘅片入邊咧，可以成日睇到佢哋會邀請唔同嘅嘉賓一齊拍片，咁樣就可以令到兩邊嘅 fans 互通，令到個 channel 成長。佢哋喺邊一方面獲得收入同埋利潤嘅呢？咁首先呢，佢哋拍得 YouTube，當然其中一個收入來源呢，就係 YouTube 俾嘅廣告分潤啦。咁除此之外呢，佢哋亦都會自己接一啲廣告嘅，咁例如係一啲保健品啊、電子產品啊咁樣。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呢，佢哋仲會接一啲餐廳嘅合作邀請啦。咁間餐廳就會叫佢哋介紹下佢哋有咩食，然之後就俾一個食評咁樣，跟住佢哋就會獲得翻相應嘅介紹費。另外呢，佢哋仲會同一啲鋪頭合作嘅，例如係近期呢，佢哋就同咀香園聯名出咗一個月餅。咁跟住呢，佢哋就負責宣傳，然之後呢，個廠商呢就再分翻相應嘅報酬俾佢哋嘅。咁另外有陣時仲會有一啲觀眾用 Super Chat 嚟留言啦，同埋會喺佢哋嘅 YouTube 度加入會員。咁呢一啲都係佢哋嘅收入來源。總結嚟講，交保費喺疫情開始到而家，大概用咗5年時間就達到20萬訂閱，證明咗只要夠本土、夠貼地，就算係簡單嘅內容，亦都可以喺香港嘅 YouTube 做到唔錯嘅成績。喺預測佢哋 channel 未來發展呢一方面呢，由於佢哋依家都可以拍唔同類型、唔同範疇嘅片啦，咁所以我預測佢哋係可以吸納到更加多中意唔同類型嘅片嘅觀眾嘅，所以訂閱人數應該係會持續上升。咁至於挑戰，除咗上面廣告嗰啲威脅之外呢，咁就係人員嘅變動啦。因為佢哋最新嗰條片咧講過話，佢哋想揾新人加入，咁我相信揾唔揾到一個適合嘅人加入呢，就係呢個 channel 嚟緊將會面對最大嘅挑戰。最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分析片啦，記得訂閱佢哋嘅 channel 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，最好就俾埋個 like 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